大家好，我是刘慧珍，来到下晝3點半了。今日係拜三姊妹客莊嘅單元，好看天陽嘅觀眾朋友是冇問題哦。家下我來請大家看天陽，做乜嘅暗號空咯？因之也因客家電視台製作嘅兩個紀錄片《阿里伯嘅鹽田》，你為了記錄嘅民族之樣點，我來同大家報好消息，送好空頭。大家聽到了會聽咗知道奇怪咯？阿里伯嘅鹽田同呢個民族之嘅樣點有乜嘅相關？韓國啊，乜嘅按照民族之嘅樣點？今比啊，按今本日學是專講下來搶到民族之第6屆嘅策展人蔡俊亮來到現場來帶大家來認識下，來按兩下是實實格格來分享到按嘅特別來賓咯。阿亮姑你好，慧珍你好，老客家推前面嘅鄉親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蔡俊亮，我係新竹竹北嘅客人，咁講我哋一下就推動教書。好，因為當歡喜我做得搶到阿亮姑來到現場，來老大家講到呢個民族之樣展，上來形容版戲咯。講到呢台灣哦有各種大大小小嘅樣展，民族之樣展係其中之一。聽講我都冇簡單，你下先來看一睇呢樣片咯，來夾夾來看下。哇！你一樣片看起來真是當豐富咪當精彩，不過阿亮姑做得老大家紹介下麼？啲你民族之樣展咯，上來係佢嘅形式係用咩形咯？好，先慧珍哈，啲民族之樣展哈，其實佢係一種嘅紀錄片啊。紀錄片係紀錄片嘅形式係，不過呀紀錄片有當多種，因為係去動物嘅，因為係去嗰種嘅。植物誒哈，因為係嗰種生態誒，咁呢個民族之影展哈，最主要係講有老人有相關嘅，人用辦生發，人用辦冇強嘅人，做埋事情冇強用嘅事情，用辦生發是最主要係民族之嘅樣片哈，紀錄片叫做針對呢一種嘅人嘅生發，後來記錄嘅一種嘅樣片。即係記錄人嘅生活方式啦，也係風俗各方面咯，嘅一種咁樣嘅一張樣片是按照人哋民族之樣展咯，即係冇強樣嘅形式。咁個 Andy 哦，Andy 民族之樣展當然是有冇強樣嘅主題啊。今年嘅主題談講按照是年老長生咯，你下介意思有形容版型呢？而家台灣嗬民族之樣展嗬，係2年辦一擺。2年就辦一度，2年辦一遍。呢一擺嗬係第6擺，第6擺來做。啊，呢一擺嘅主題係是年老長生。那是年老長生係我看到呢2年來嗬，呢2年來，唔係講呢2、3年來。係呢幾年來嗬，唔止係台灣啊，台灣2年前有隻莫拉克風災，有可能今年日本嘅嗰種3.11大地震有海嘯，嗰種嘅有你看到呢幾年來唔止係台灣、日本到全世界當到呢一種嘅，你講冇辦法預期嘅天災有可能講引導呢一種嘅天災啲維度，佢可能有原因是個性體咧、冇體咧，唔過生存下來嘅人有可能當到種冇強用嘅力量。去面對呢一種嘅災難，呢一種嘅天災，呢一種嘅力量就你看到講都冇簡單，冇強嘅人用辦法去面對呢一種嘅冇強用嘅天災。還有一種係講，你咪有看到講，呢近年來有當多嗰種嘅
人老人之间，好，人老人之间冇动多的冲突，好，动多的那种诶，你讲冇成员的冇成员亲情会发生，好，另一种诶亲情就是讲人老人之间的那种系列，还有一种是系人一家，人对一家。你好动多嗰種憂鬱症係要動多嘅嗬，要動多嗰種誒，你可能想到要，咪因你講埋到心靈嘅糾葛、心靈嘅糾纏啊，動多呢一種嘅東西，好，你講所以講經驗嘅民族志嘅影展啊，要散咗方向，一隻係撈自然環境嘅，一隻係撈人嘅，還一隻係撈一家嘅。所以是老自然環境，韓國了解人老人之間，韓國了解人自家本身啊，啲三種嘅方向啦。所以講今日我講到了解今年嘅啲主題嘅部分，嗬，好講到了會有上來，啲阿里巴嘅藍天哦，讓佢受到啲偏心哦，所以咧有啲前提，形容版型，啲下先來看一睇啲精彩方面，來大家來看下。好，我哋看到嘅係一個美濃嘅日光山下，長悠悠嘅藍天，鄉親朋友係咪去到東江咯？我哋下是來問我哋阿兩姑哦，從講我哋美濃哦，頭先看到嘅安江嘅藍天啊，係咪講你自家本身哦，要對啲美濃哦，要去過麼？也係對啲嘅美濃嘅產業啊各方面，你要接觸過麼？要了解過麼？係我頭一擺去美濃哦，因為有去過啦吼。我頭一擺去美濃係我左邊嘅時間，我左邊高雄，左邊鳳山。好，我左邊時間，我要漢時間，我要做嗰種嘅陶土啊。係，我就送到美濃嘅東門窯去燒。係，我大擺去嗰邊就是要東方言慢講，你到高雄左邊啊，全部好容易啊到啊。係，佢嗰度嗰邊會動到行業，都有動到行業，喺做啲是板條，嚇有看到有。那我喺心中嚇冇強就是我印象最深嘅嚇，就看到講動到嘅藍天呐。我喺度心中喺你左邊嘅下來講哦，美濃嘅藍天順來啊嗬，你看到有動態片，也係講伊嘅啲範圍是冇按到咧。其實我本來唔知佢係藍天。哦，看到嘅是。看到以後一做埋嘅東西咯，跟算一台片哦，係嗰種要奇怪一買東西，身體有一隻料，一隻塗料依個染料，我本來唔知佢係買，同喺門街片嘅美濃人員嗰種哦，因為已經是染嘅，就染一下啦。我跳擺唔是看過，我大新竹唔是看過嘛，係我嗰時喺東島嘅染天，唔講天天咧，講時間改變咧，可能要東島嘅啲政策啦，各方面環境各方面改變咧，啲嘅染嘅聲音啊，咪天天咧沒落嚟。講阿里巴巴嘅染天哦，禮拜哦，係想平時要前天嗬，撈禮拜嘅主題好有關聯麼？韓國係哪啲方面受到平時嘅前天？好，最主要係後年嗬，喺禮拜而家在阿里巴巴嘅染天嗬，係看到講一隻阿里巴巴嗬，加去種嘅染日，嗬，基本要講到而家當重要嘅東西，係2000年以後嗰種any台灣進入嗰種嘅 WTO 世界貿易組織嗬，佢染天就受到動態嘅衝擊。好，我左邊時間係2000年以前啦，所以講我開始而家看到動到染天，阿禮拜2000年以後要所受到嗰種嘅 WTO 嘅關係洋洋啊，是染天啲一下受到嗰種嘅衝擊重大，好，咁過年看到一樣片阿里巴巴嘅染天，一禮拜讀一隻阿里巴巴，佢有看到很多，嗰時看到個行業嘅硬頸嘅進行是看到。好，因為你講美濃啊，東已經講美濃係東讀書人嘅地方啊，全台灣最多嘅博士嘅，啊，假使講到博士那片體育島，大家是會想到美濃兩位係一個大頭名嘅，係大頭名。你就看到
涂到 post 的，冇玩过呢，冇玩过，几多钱来涂啊？错，好，你要动到任天哦，任天是会用那种的推翻动到 post 出来那种的产业哈。嘿，我看到阿里巴巴吼，用摆讲那种的安泰 WTO 的那种的冲击，哦，有做得收动硬件来收下来，什么都冇简单。嘿。所以讲到阿里巴巴老了解染天的关系，其实未代表讲贵州因讲染嘅染入嘅产业吼，算起来对了最新的世界吼，到了下没落嘅了解了台事件吼，阿里巴巴全部有看到咧。不过我想唔单像係了解染嘅产业喎，因講對了解生命，韓國因頭先有提到嘅人吼對自家生命地度可能天災啦，也講人老人之間，韓國人老七家吼，喺發現到阿里巴巴處理嘅呢一部分咯，你用辦來看咯？是按講啊，人哦，有阿里巴巴呢種，伊是人種一種種染天下來吼，佢到人全部強強，到落去是只人老一嘅土地啊，陸地老一嘅染吼，有感情啊，吼有感情，有嗰種嘅情感，應講情感啊，吼，你可能你當。為寫嘅東西，結果又受到呢一種嘅時代，受到呢啲嘅政策變化，係呢一種嘅情感啊！你可能呢阿里巴巴幾時可能佢做得用翻維繫嗰種嘅情感啊！從嗰種煙葉染染，他們都看得出來，嗰動感，我明白你講，我看唔一片上係動感動啊！好感動講，哎呀，我未想到講自家嘅老人家，自家嘅阿公，家公家婆呀，老人家，佢要買嘅東西，做得佢留佢情感，有感情嘅，連接的，係，未想到自家嘅老人家。其實嗬，一講看到阿里巴巴，即係到看到我下老人家強榮嗬，對了解一講生命來，一講對環境來講，可能一講。當順天唔過當5年命嘅了解精神咯，用我老大家來講到，觀眾朋友，睇睇阿兩股嘅紹介過後，係咪知道啲主題聽到當有意義咯？阿里巴巴染天咯，做得認為真是冇按改嗬，我來鼓勵下，到呢位先來聊下冇問題哦，看睇幾本精彩嘅節目哦，加下位送你50錢嗬，就做得來看到民族誌讓展咯。